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对上主唱新的歌，伫新的子民中的聚会中称赞伊。孩子们，咱三个用俄罗的诗歌，耶稣真正死过我来向上帝献出咱的俄罗，圣诗104首，耶稣真正死过我，咱三个起立来吟。耶稣真正死过我，哈利路亚！伊在世人团开夸，哈利路亚！感谢因是主多想，哈利路亚！咱三个用欢喜的心，用主教是咱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式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传你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用上帝话语，三个来听启文第48篇，伫圣诗后壁1089面。启文第48篇，以赛亚书53篇。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意布出来。伊无好的形状，无好的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颜面毋看伊。伊
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枪插。所以，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卖路，上主将咱前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抬起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言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埋做堆。总是上帝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话当会想，看到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袂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求上帝安慰咱的心，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看过阮阿爸爸上帝。正兄弟姊妹，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听你的领受，愿意听你的教示。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即咱一礼拜当中生活当中的一切放落，独独来到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当中组织，用学老的诗歌，用虔诚的心来祈祷，来领受对你来的教示。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阮的心放落，伫你的话语、你的教示当中，阮搁一届将阮的信仰放伫你面头前来反省。伫过去日子，阮追求的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是伫阮信仰当中每一日的火热。阿爸上帝，阮恳求你，互阮会当有静心落来。反省阮每一日的生活，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赏赐，嘛感谢你，互会当感受到阮每一日对你来的领受，互阮知影，阮的生命当中有真正用偌济时间来面对这个信仰。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阮软弱的心放伫你面头前，伫这礼拜的早时。阮将阮的一切放落，因阮知，阮的心有侪侪时阵是软正的。阮需要你的赏赐，需要你互阮伫地，需要你的教示，需要你的引带，互阮知影即个信仰伫阮的生命当中是啥物。阿爸上帝，佮恳求你，互阮每一日会当来反省阮家己。反省阮的不足，反省阮的软弱，毋是互阮因为生活中侪侪的不足，侪侪的无难，互阮的心丧志，互阮的心软弱。阿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过去的生命当中，会当领受到对你来的信仰，互你的声音入到阮的心中。互你的生命和阮三脚伫地，陪伴阮，带着阮一步一步来长大。
阿爸上帝，伫台湾即个土地顶头，有侪侪无相款的物件，无相款的声音，无相款的人，无相款的信用。伫这当中，有侪侪时阵，阮看见这个人愿意用因的性命，火热去追求因所感觉的信用。阿爸上帝，为着安尼，阮搁一届来向你反悔，反悔阮的不足，反悔阮的冷淡。因为阮知影，伫阮的性命当中，伫阮的信用当中，阮有侪侪时阵，阮无法度向因相比。阮的心冷淡，阮的心毋知影安怎火热起来。阿爸上帝，我毋甘愿，互阮的信仰成做一个习惯。我毋甘愿将即个信仰成做只是阮生命当中的一丝丝啊！阿爸上帝，阮恳求你教示阮，互阮有反省的心，搁一届将阮的灵火热起来。即个火热毋是一时的，是会当对着阮的生命时时刻刻提醒阮、教示阮，互阮知影，阮每一日领受到的信仰，会当安怎的火热，会当安怎的追求。阿爸上帝，阮搁一届将阮的不足，将阮的软件放伫你面头前。伫即个安静的时，恳求你向阮指点，互阮每一日对你来领受，嘛对每一日对你来得到提醒，提醒阮爱火热阮的心，火热阮的灵，火热阮去追求阮的信仰。阿爸上帝，伫即早时，阮将阮教会放伫你面头前。侪侪事工需要火热的心，侪侪的人需要火热的心来关心。阮就用着这放伫你面头前，求你看顾、保守、鼓励教会的每一日，互阮会当时时有你的陪伴，互阮会当去陪伴遮个人、遮个兄弟姊妹，互阮彼此相通、彼此关怀、彼此有你的信仰。有你的阻碍，阮搁一届安静阮的心，求你会当伫这早时，用这个圣灵火热阮，阮的祈祷，奉你的名所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语，记载伫启示录第5章，启示录第5章第1节到第14节。伫圣经的后壁启示录，咱三角来共读。我看见坐伫座位的，只手摕一卷，内外拢有文字，用7个印封密。佮看见有关联的天使大声宣传讲，一水为圈底开迄卷，来拆开伊的印，伫天灵、伫地灵。甲地下面，无一个会开迄卷，也是看伊。既然找无一个会牵底开迄卷，也是看伊的，我就大体口。遐长老一个甲我讲，无你体口，你看犹太支派西大卫的镜头已经得胜，通来开即卷，甲遐7个印。我就看见伫座位甲4个画面的中间，伫遐个长老的中间有羊羔徛伫遐，亲像受胎的。有7支角，7个鱼目睭，就是上帝7个神奉差到普地遐个。伊就进前对迄个坐伫座位的正手摕迄卷，
伊开起迄间的时，就4个画面加24个长老，拢伫遐拍伫香膏面前。大家有琴甲金炉顶香满满，香就是圣道的祈祷。也吟新的诗讲，你牵得摕迄根来开伊的印，因为你受台捌热你的火，对逐族、逐腔口、逐号百姓、逐国买人来归上帝，互因做国、做祭司来服侍上帝。因也要做王伫地上。我阁看就听见座位甲画面的，就听见座位甲画面甲长老的周围做天煞的声，因的数额千千万万，大声讲：受台香膏合意得到权能、富裕、智慧、快乐、尊贵、荣光、乐乐。阁听见伫天。伫地、甲地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间的所有的，拢讲：恶乐、尊贵、荣光、权势，拢归坐伫座位的甲香膏，到代代无尽。4个画面讲阿门，下长老就趴伫遐拜，愿上帝听叹领受伊话语的人。这时咱请休息班来为咱献诗。诗班献诗了，请科牧师为咱见道。见道的题目是《正圣道唱的新歌》。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你们有睡饱吗？好啦，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好，咱真欢喜吼，可以当一遍同心来到伫上帝面前，做伙来敬拜伊，愿意的信息也互咱有教义的开来，好不好？信用的开来，性命的开来，好不好？好，满心期待吼，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恳求你用你的信息充满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的唱，互阮的祈祷，互阮的心，通得你欢喜，也得到你真理的帮助。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带领，同心祈祷，是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早上刚刚站在这边，有一点像国小的时候站在那个司令台，早上大家说。同学们早安！这一段是插曲啊，没有在我讲道理，没有了，因为透早吼，咱同心吼，来到伫上帝面前吼，是真欢喜的代志啊。检测我嘛会当体会吼，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最问题吼，有时候就是忙了一整个礼拜吼啊。就足艰苦对无？就想要礼拜天、礼拜六吼，会当有好的休困吼。啊，毋过伫信仰的内面吼，咱嘛有缘吼，爱有一个望吼啊，这人生的重担，是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敲找开来甲帮助的吼。啊，望信心也安尼来鼓励咱的生命吼，互咱会当真实来得到开来吼。今仔日经文吼，咱本会吼其实对两年多前，对，2年多前吼，咱的透早的礼拜吼，讲题我都无用精课表吼。因为我想讲，我嘛咧反省甲思考吼，咱固定教会的需要吼。会是啥物吼？用精课表当然有伊的好处啦。定定互我咧看咱一个教会信用的造就甲发展吼。即摆现代的信徒应该拢会反省讲我读上帝话读了无够济对无？但是咧，若是周间要出来查经班，或者是做伙来学习圣经，有当时佫歹固定吼。透早新义长老吼，伫遮咧带领祈祷会时阵吼，伊讲吼，咱教会其实有备办侪无共款方式的读经的课程吼，毋管是就礼拜三吼，隔周三咱甲新下医的老师吼，做伙来学习，吼有专业指导吼，你若讲牧师深度不够，你就听专业的对不对？好，我这个人吼。不会比较的，因为伫信用的内面，我的想法是安尼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都是加分题，怕是怕什么？不做，就这样而已。好所以若是有好的老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我感觉真好势礼拜二毋管是透早或者是下晡就一间教会牧师无可能拢无讲圣经对无所以我爱家己来讲我相信你会当问迄有参加拜二查经班的兄弟应该还可以啦好，有听得懂就好有学习有领受，真是很不错。好我嘛有思考过周间大家拢真无闲所以我们就有礼拜六什么？还是你们根本都不知道礼拜六早上有读经班？研究部2024年开始有长老有执事有同工做伙用信徒读经的方式。一开始因是足害羞的，唔敢家己带领，好讲牧师这读圣经的代志爱交互专业的，专业就是牧师安尼毋过我有甲固定教会鼓励其实上帝的经文已经安怎？已经它的奥秘已经算是揭开了，已经被启示了所以一间教会咱教会是袂歹我们有3种模式亲近圣经的方式即马已经2年多了，这个周六查经班、读经班昨昏有10个人，你敢知？
好有效嘞，应该说老中青都有啦。吼，我感觉是袂歹，因为老中青伫无共款的生活的经验内面，吼，咧思考经文会有无共款的想法甲角度，吼。伫遮是要甲大家分享讲吼，一间教会的牧养吼，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吼。我们提供了3种选择，不同的时段吼。若兄弟恁有家己的需要啊欠缺吼，欢迎来加入。总是我嘛是有想过吼，幼儿也阁有一算讲一间教会安尼比办吼，嘛有真侪欠缺吼，所以礼拜天的早上我就回到了主张主卷吼，试着至少让无参加伫遮的读经吼，例行性的或长远性的兄弟吼，嘛有机会吼，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思维吼，来明捌一卷的圣经吼。启示录吼讲到遮吼，可能对很多信徒来说是这最高潮都还没出现哦。我跟你们说，这个就已经是最高潮了，这个就已经是最高潮。为什么这样讲吼？因为咱信徒吼，教会对启示录吼，若无家己对头到尾读过吼，虽然它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讲灾难吼，但是前我已经讲过吼，你若是含落伫受到灾难的威胁，或者是惊吓吼，那是真可惜的代志吼。所以第5章吼，咱今仔日静静执事吼，对头到尾带咱读过一遍吼，我唔知兄弟姊妹你的心有啥物款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老生常谈，会不会？还是你内心有更完整的上帝国度的图像？吼，好，咱进入到今仔日的经文吼。一开始呢，一开始约翰说接讲，伊是对什么状况进入到今仔日伊讲，我看见坐伫座位的吼。第4章全部都在讲天顶的敬拜生做啥物款吼？兄弟姊妹，天顶的敬拜离教会无真远，天顶的敬拜离教会无真远。其实咱逐礼拜的主集，你会当讲，每一礼拜日的敬拜，可能不是100%一模一样，甲天顶同款，但是咱的心灵承受伫圣神的内面，就已经真接近伫天顶的敬拜啊。所以咱来看到这款人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聚集跟敬拜吼，我嘛唔忙讲，我甲恁吼拢真期待礼拜天，吼。让每一个礼拜天成为我们的日常吼，这个是信用的鼓励吼。所以他第4章咧讲起到天顶的敬拜了啊，突然聚焦，约翰讲伊看见坐伫座位，正手摕一卷，吼，就是拿了一卷书吼，拿了一卷书来话拢有文字吼，用7个印吼密封着吼，把它藏地吼。不能够打开，这个时候就要给你们一些图像。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帮我做的 ，Gemini。他现在是我那个准备讲纲哈那个的好朋友哈。我要给他指令哦，我要给他指令哈。那个伊搞我生成这个图，上面那个小是我自己去被贴上去。他想讲哈，虽然大家都知道 Gemini 哈。可是如果出来只有6个音，怪怪。然后我就想个老半天，我还跟他说我要7个，我要7个吼，怎么生都是生6个这样，所以我就干脆自己去背自己加吼。我要跟您讲吼，经文底下讲的描述吼，你这个图我是帮助大家想象而已，它不等于是真实，因为我嘛无看过，所以无书袂当跟您讲一定是长成什么样吼。但是这个概念是安怎，就知影讲。这卷册哈，这一卷哈，那个册子那一卷书哈，内外拢有字哈，内面外面拢有字哈，所以我请他加上了文字哈。你们都知道哈，写什么不知道哈，因为册若无剃开，你就唔知影内容啥。
真正常嘛，对不？甚至是一个安怎被加了什么7个印吼，7个印安尼吼。所以咱会当摕到一个第一个印象吼，图像式的思考吼。好，刷下来咧，有大声，好吧？有关联的天使安怎？大声宣传讲，脊椎会堪得开迄个来拆开伊的印，好像是天使就站出来说：“谁能开这7印吼，揭开这一卷书安怎？啪，嘿，无拍算吼，无拍算。第30讲，伫天里、地里甲地的下面，无一个会当开伊。”也是看伊，哎呀，这是什么奇怪的叙事啊？就是安尼啊。天使出来话讲，有啥物人会当开，会当读？结果自问自答吼，后面讲无有人，无有人会当剔开，无有人会当摕掉这个7个印。所以，就无有人会当读到这本册内面的内容，对吧？好，那所以不能读就不能读啊，不然是吗？要是现在我不能一直贴年轻人标签哈，我说人类哈，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不能读啊，不然呢是你不让我读，又不是我不读，会这样吗？还真的会，主啊，求你怜悯我呐！我们就没有约翰的反应。你看约翰是怎么样？约翰一知影讲哇，无人会当拆开，无人会当把迄印拍开，无人会当读的时阵，约翰的心情甲反应是安怎？大体哭啊，3个字尔。约翰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大体哭，是安怎大体哭？哈？体考、体考、大体考啊！不要紧，我一起练习台语。大体考吼，约翰是安怎大体考？约翰是叙事里面第5章内面吼，唯一跟我们人类比较靠近的，你知道吗？所以约翰一知影讲无有人会当读这本册的时阵，伊大体考。大体考的意思是讲，约翰因为看袂到有人有资格会当拆开上帝的计划，看明白上帝的旨意时阵，心内真艰苦甲要哭，不是艰苦甲要哭，艰苦甲大体考。那个就是表示说，那些上帝的计划无法度进行的，表示救赎的机会安怎，到稳定无法度临到啊，爱哭无？该哭诶，该哭啊！咱明明就知影有上帝旨意，有上帝国度，但是无法度行到迄步的时阵，教会你敢袂哭？不该哭吗？那你信了老半天，信了一辈子，在信什么？所以咱会当体会到，不管是约翰，或者是咱在座任何一位，或者是一个信上帝的人，看见上帝计划无法度往前来行的时阵，实在是会真艰苦。就表示讲，上帝的计划无法度完成，停伫咧遮。所以对遮来看着，咱就会当理解伊艰苦心的原因。但是好咧加在，伫天顶的一位长老来到伫伊的面前，甲伊安慰讲安怎？甲伊安慰讲，无伫天口，你看犹太支派会使大笔的拳头已经得胜，通来开即间，甲遐的7个印吼，哈，还好故事没有停在前面哈，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剧情，你知道吗？好你们要跟着我这个说书人嘛，跟着我这一个讲道者，要进到这个情境里面哈，来做咱信用的一个经验甲反省哈。所以这个长老来甲约翰安慰讲，无伫天口吼，因为得胜的耶稣会当安怎剔开这根册，甲迄个7个印安怎揭开吼，
把它剥落吼。啊，因为咱今嘛吼真恶咧写批吼，你们现在还有在手写信吗？好，在我有的经验里面，大概只剩下情书而已，对不对？后面还要贴那种很可爱的小贴纸，封印着，这样好啊。那个小贴纸哈，就是那个7个印的概念哈，就是第一个要看要读的人哈，他就会知道说哦，我是第一个，这样对不对？他如果是被开过的，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有人动过了哈。好，所以约翰伫遮吼来伫遮咧安慰，不。长老伫遮咧来安慰约翰讲吼，有啦，得胜的耶稣会当来替开吼。啊，所以伊来后壁有解说吼，解说伊是犹太支派会使吼特别的拳头吼。这两个吼对教会来讲，伊会当真紧的抓着，因为这是圣经的传统甲应允吼。伫旧约的时阵，雅各就是以色列吼。雅各后来改名，互天使改名叫做以色列吼。雅各伫咧要临终进前吼，为12个后生安怎祝福祈祷吼，特别是对第4个囝犹大吼的预言，就是他是狮子吼，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吼，他用狮子来描述。啊！伫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吼，咧讲先知咧讲起着弥赛亚的预言的时阵吼，就讲上帝有应允，后来要兴起吼特别的拳头吼，耶西的后代吼，因为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吼，所以这个应允吼是深植在教会的传统的印象内面吼。啊，兄弟姐妹，我们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吗？弥赛亚是大卫的根，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不是教会的传统？好，你可能还不是哈，它是延续在这个历史脉络跟应许里的哈。过去的教会会相信哈，嘛唔忙寄望伫这个应允内面哈。现今的教会是延续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知影我们现在已经算是被剧透的教会了哈。我一直在提醒教会，你是被剧透的教会，你是已经知道结局的教会哈。所以这一个弥赛亚的应许，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是谁。啊，对啊，就只有耶稣基督了，知道吗？好，这个你不假他想了，好，不能说叫你们都不动脑不读圣经哦。你要知道你如果是读过圣经的哈，新旧约哈，伫圣行伫你的信用的折旧内面，你要很直觉的就知道，伊是咧指向耶稣基督吼。好，所以但是啊，伊原要讲吼，因为这一卷书吼，启示录这一卷书吼，是写互迄当时的7间教会读，轮流读。好，所以搁一遍经过因的信用，甲因对圣经理解吼，经过几千当到今嘛吼，这个预言也会应验，这个预言一样是会应验的吼，即便已经2000多年了吼。所以是安怎会当拍开这本册，拆开这7个印吼，这么啊重要？你们知道为什么能够打开这一卷书，揭开这7个印这么重要？如果不能揭开，又喊得安怎大题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本册标明，应该说，伊甲世界的结局有关系。这一卷书其实耶稣用这个方式在约翰的面前登场，其实就是要告诉他：我要跟恁讲，恁对旧以前吼，对前所毋望迄个国度吼，历世历代，从旧约先知啊，然后一直到新约耶稣这样子吼，一直到大家是约翰写这张批，已经过了90年了。好，那耶稣复活升天，他写这一卷书吼，也过了60几年了。教会等呀等，等无到耶稣来的时阵，会失望无？会不会没有力气再等了？会哦。所以伫迄当时，耶稣亲身来约翰来表明，讲起着世界结局要生做正款吼。所以
这个启示录的顺序，唔单单是对迄当时的教会有提醒的功效，对现今的教会有缘有这款的力量吼，爱来宽免咱吼，爱来宽免咱。所以这本册甲世界的结局，甲上帝拯救的计划有关系，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若是没有进展的标明，就要一直停伫现今嘛。就要一直停在现在，那多痛苦啊！但是呢，因为咱是现在教会，所以呢，我刚刚说了，因为我们是被剧透过的教会哈，所以我嘛不能够只是照着我们的逐章逐卷哈把你们带入这个阶段而已哈，我只好先剧透一下。啊，那世界结局是啥物？偷看一下启示录，不算偷看，光明正大看，20章12节安尼讲。好，我念华语啦哈。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并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伫遮吼，咱会当小可了解吼，是安怎即本册爱拍开，因为拍开审判就会来到，审判来到，拯救嘛才会临到吼，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啊，我用了2个颜色吼，是因为吼，今仔日来我们不会特别去讲到生命册吼，啊，但是咱会当知影吼，死的人吼，拢凭这些吼，所以意思就是有2卷书吼，第1卷是生命册，第2卷是什么？好，照例收者诶来受审判吼，啊，所以这本册吼，甲世界的终局有关系吼。但是咱正说教会，你不能只停留在审判，因为你若是看读圣经的启示吼，或者是上帝的劝勉吼，你就会当知影吼，审判了后会有完全的救赎吼，你的图像必须要建构这么完整吼，你不要只停留在我很怕审判，我很怕审判啊，对啊，做错本来就要审判，知道吗？我们要建立这种信仰的健康的心理素质，啊，那咱才有困难吼，来面对咱才有稳定吼，才会当相信稳定会当帮助咱悔改吼。好，所以你看我直接就是跟你们泄题哈呢吼。册更这根册甲七印需要被打开，世界的终局才会来到啊！这是启示录的提醒吼。所以我讲去有的信徒吼，你若无耐心吼，听上帝的计划对头到尾吼，你可能听到 A 就想说哇，这个 A 好好，有充满上帝的恩典。听到 B 说哇，天哪，这上帝也太残酷了，就是这么凶哦。那个审判人，这么不留情面哈，啊，听到 C 就想说，好像这时候上帝都没有出声呢，那我是要安怎迄落，我是要安怎来过生活哈，所以咱的信用如果变成了片段式的，但是信用内面用片段式的学习，我会跟你讲吼，你会吓死你自己吼，你会互家己惊死，你会互家己的理解甲信用的人脉，你会去互这个信用地死，因为我家己伫信用的反省甲经历，我也经历过这些阶段吼。啊，上帝的怜悯甲稳定有帮助我去面对，啊，甲真实来经验到这个恩典、这个公义跟这个慈爱吼是怎么并进的啊？但是我嘛要回头吼来鼓励咱的正兄弟姊妹吼，伫咱信用的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吼，每一个坎站吼，拢有咱爱去学习挖克上帝稳定，甲对真理的认办吼，咱才会当赢过吼，咱所无法度赢过，无法度克服的代志吼。啊，我嘛要鼓励教会吼，你唔通看到后面接下来的七印吼，就惊到皮皮喘。我甲你讲，会惊，但是安怎袂死。我从4世纪就一直开始在帮你们做这种标语式的记号，会惊，这是应该，因为爱敬畏上帝，爱惊，但是袂死啊！上帝留咱的命，留咱的气息，是要互咱见证这位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你若伫遐惊到要死，
就苦笑啊，无都真做稳定的干净。所以伫遮咱爱互相宽免啊，咱爱互相宽免是会惊，所以咱爱有团契，要有教会，彼此扶持吼，彼此来扶持吼。但是教会你要会记哩，你不要害怕审判，害怕到不敢面对上帝已经计划好的代志，你毋通惊到拢毋敢面对。那你若家己咧信用思考反省的时阵，你若有这个状况吼，你爱求上帝的怜悯甲帮助吼，因为咱若是惊到无法度面对上帝早就已经计划好爱发生的代志吼，是无法度帮助咱面对现实的，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吼。所以咱来当有整个上帝图像的一个完整吼，会当来帮助咱接受上帝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代志。教会或者是你个人，你才有教业的时间，通好改变家己啊。有教业的时间，这才是稳定。惊是惊啥？根本就无时间，无有机会改变家己啊！最怕的是这个，因为上帝讲爱发生，要发生，一定会发生的代志，就是会发生。但是对人甲世界来讲，稳定是啥物？稳定是时间甲机会。但是咱敢有要把握？这段经文，今仔日第5章是延续前面对7间教会的宽免哦，你们还是要有一点那个印象要去抓着虽然我们刚得过几哪礼拜但是这培训是延续性的前7间教会，耶稣拢有对教会提出的好甲责备，对不？对，责备不是审判，你们要记得，大家要会记得，愿意受责备的，这不是你审判的结局。责备是为着要帮助你有改变的机会，通面对啥审判。所以，刷下来，咱就会当理解，耶稣透过约翰写这张批要互7间教会，当然是要甲教会讲，稳定的所在是恁还阁有时间。安怎伫审判台前来改变家己，来改变教会，是教会选择。咱敢有珍惜这个机会？这是咱家己咱个人或者是咱的信用群体爱做伙来思考的。好，伫遮了后，伊第6节开始去说明一个很特殊的角色跟身份但是呢，我小解说一下我想应该会当真紧帮助咱理解约翰到底在讲啥，因为从人开始变成什么？变羊，没有羔羊，知道？变成羔羊，伊就看讲，伊就讲，我看见伫座位甲4位的画面的中间甲伫遐的长老的中间有羊羔徛地他这个突然来了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达我想这个放在，因为我中文其实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作文还不错我想说那边读了老半天，这个第5章还是坑敌我们华国文学教育他应该会被打不及格这是什么第一人称啊，然后形象这样变来变去的好啦不过我们不是要做文学批判你就会让知影讲约翰伫遮看到了一个形象迄个形象他只能够仅以人的气来尽量描写所以你不要钻牛角尖进去就是说他用字遣词不精准什么的所以伊伫遮讲起着有羊羔徛地，这个羊羔亲像安怎目睭抬的有7支角，7蕊目睭，7支角甲7蕊目睭后边它有一个补数，就是上帝7个神你会当几乎完整的理解，这就是圣神从吹到普天的好
稍微把这个形象给大家解说。是安怎？这位杨哥吼，伊会当摕迄卷册。好，那他这边用了几个描述来表达吼。伊讲亲像受台的吼，亲像受台的。我刚刚有说吼，因为咱现代教会吼，应该是被剧透的教会啊。我相信圣灵应该都能够保守我们有共同的理解吼。受台的吼，咱甲前拄无偌久才纪念受难日的礼拜，对吧？好，所以咱知影受台是什么人，对吧？好，受台好，七角跟七眼吼，伫希伯来文的，伫希伯来人因的概念内面吼，角表示管理，表示溃烂甲能力吼 ，power 吼啊，目睭咧，好用七就代表完全，你就知影讲是上帝吼，啊目睭就代表全知全知吼的表示伊遍查什么全地，人的内面，人的外口，无有一个所在，无有一个角落，上帝看无的吼啊，这个概念吼，其实伫约翰这个描写内面吼，我说伫家再次确定三一上帝的什么角色跟主权。伫这个描述内面，再一次看到三一上帝的描述，但是伊毋是用上帝、耶稣、圣神来表达，伊用一个图像来描述。伫这个羊羔的身上有权、有全能、全知的溃烂，遍行伫世间。这个形象你已经找不到其他的，你其他的神明你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描述，全知全能遍行在地上。好，所以伫遮随梦伫神下的顶面，伊无用上帝的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神上帝吼来讲起着。毋过咱读约翰所看到，咱会当知影这是三一上帝的主管吼，用无共款的身份角色来掌管规个所就的世界所有的一切吼。到这边会不会很难？到这边会不会很难？还好，感谢上帝。好，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好，好，刷下来，伊讲这位杨哥，伊就进前对迄个坐伫座位的正手摕迄卷吼，就是把这一卷拿起来了。我跟你们说，拿起来之后没有马上打开，马上接印吼，中间还有一段补述哇！但是下一次第6章开始就要开始来看七印了吼。伊摕到这卷的时阵吼，4个画面，24位长老甲4个画面，就安怎？拢趴伫羊羔的面前，就是一个敬拜、全然尊崇的一个图像吼。在这边开始讲，大家有琴甲金炉，伫香满满吼。这个台语会水的伫遮吼，就是金炉底香满满吼，就是我们理解的金香炉啦吼。香就是圣道的祈祷。好，今仔日随梦吼，我没有一一揭开七印甲这卷册的内容吼，不过讲到着遮吼，你就会当知影吼，因为我刚刚前面有先帮大家剧透20章吼，所以知影讲七印的内容甲册卷的内容吼，咱拢知影，迄是要讲什么代志吼。但是呢，伊无随时进入细节，但是伊伫遮互咱看到结局。兄弟姐妹，他这个算是一卷书斋了，互你直接。未经历到细节，先互你看到结局。当羊羔会当摕到这卷册的时阵，天顶的长老24位的长老甲4个画面吼，摕琴摕姜嘅底香满满的金炉吼，就表示因唱神歌，因的祈祷。
开始来归荣光给上帝吼，这个已经是大结局了吼。啊，咱就爱看讲，你就爱问讲，啊，牧师啊，啊，伊迄唱新歌吼是表示什么意思？还好，我觉得当牧师比较恩典吼，因为上帝都自己讲完了吼。唱新歌，咱若是读内容，你就会当知影，伊是咧讲起着对新的角度的应允，的确要正。因为我著读互恁听，这个新的歌吼，吟新的诗歌词是长这样的吼，讲你堪得摕迄卷来开伊的印，因为你受台要用你的话对逐族、逐乡口、逐号百姓、逐国买人来归上帝，互因做国。做这些来服侍上帝，因也要做王伫地上，这就是新歌的内容，就是对一个国度上帝家己亲身打造的国度，安怎会应允？所以迄当时手拿了书卷完之后，第一个图像，你会听到啊，大家咧啊，学咯唱新歌吼。兄弟姐妹啊，这个不是天上的那24个长老跟4个活物的期盼，这个同时嘛是现今的教会，望减不是嘞？还是你们觉得这个离你们的生活很遥远？会吗？啊，不会啦，这是咱真做人，或者是做教会的望的一家。对吧？因为大家已经讲，杨哥堪得尊崇，是因为伊用家己的话对逐国、世界各地买人来归给上帝，服侍上帝。啊，所以我说，我们每个礼拜的聚集，咱社会真做一间教会，叫做名叫固定，咱就是咧帮赞咱家己甲兄弟姊妹做伙经验这个新的国度会安怎？品尝它的美好，对吧？啊，咱若是无互家己甲教会吼，兄弟姊妹有即款的体验吼，啊，咱就亏欠上帝吼，咱家己爱努力甲反省就好吼。好，另外一个是正信道的祈祷，来祈祷是祈祷啥？祈祷我下个礼拜找工作顺利，明年可以成家立业，是这些吗？我甲你讲，当伊讲起着，当圣经讲起着正信道的祈祷，你就爱有一个概念，这叫做公道啊。兄弟姐妹，这是公道啊！公道在公道什么？兄弟姐妹，公道是咧公道什么代志？我用公道可以吧？吼，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绝对不会是私祷吧？正信祷啊，对吧？不会是私人祷告吧？好。公道是最简单讲出这个概念。来，公道在公道什么？好，上帝国这样厉害，这未来，我没有讲什么哈。好，公道对吧？求上帝国的领导啊。咱若讲更较深入的，伫启示录的概念内面，祈祷是求上帝执行你公义的审判。上帝，你的审判啦，你的公义无临到，世界要安怎得到改变？性命要安怎得到救赎？上帝的公义若无有公义，新的国度要安怎临到？敢毋是咧？伫启示录的神学的内面，是很明明白白的讲。这是教会的公道啊！不过我不是在告诉教会吼，你现在可以就是随便一个命题，公道好细哦，不是？各位，你要看清楚，我已经很精简的讲，是求上帝执行伊公义的审判，不是求咱正人公义的审判。你们听得出这个差别吗？兄弟姐妹听得出这个差别吗？但是恐怖的是，细思极恐啊！现今的教会掠家己做上帝，教会出来判断安怎会当审判别人、审判世界，有够恐怖。咱来反省，咱的祈祷，我们的公道是公义的上帝亲身来审判，不是公义的教会哦，自己来审判，差很多，差很多。呵，因为我后面要来结束，对这点来看，你会当有一个平安甲相信，因为刷下来吼，对第9节到14节，它分了3个对象、3个群体，
来讲起着这个角度若发生，教会世界真最啥款吼。我直接帮大家分了个3个群体哈。第一个群体叫24位长老甲4个活米。第二个群体伫倒位？好，第11节，好，伫活米甲长老的周围有侪天使的声，因的摇下千千万万，好，就是简单讲，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好，这样比较清楚明了。好，第3个群体伫倒位？第3个群体是在第13节。搁听见伫天、伫地、甲地的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凡所有的，好，就是天地之间一切受造之物，因拢在做一件代志，分3个层面、3个群体，但都在讲同一件事，拢伫安怎？拢伫遐咧讲起，愿阿乐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乎坐伫座位的，甲羊羔到代代无尽，所以。4个活米做伙齐声讲阿门。所以伫天里的敬拜，上帝执行伊公义的审判了后，上帝的荣光、完全的国度、新的国度，就安怎？就临到伫人的中间啊！兄弟姊妹，你阿门吗？这敢是教会的梦？这敢是教会的梦？你还阁祈祷这吗？我们还祷告这个吗？好，我今天时间稍微拖了一下哈。我本来我的讲道里面我有准备2个题目哈，最近发生的代志哈，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思考，教会当望这款完全美好的国度会临到，但是咱犹原爱面对真现实的世界所发生不公不义的代志，敢毋是咧？好，第一个我本来是准备社会事件开案吼。第二个我准备的是长老教会哈，因为4月20几号哈要开那个总会，好提了一个哇惊天耸动的案子，是什么案子？10年条款汇集案呐、好，我前2礼拜吼。人咧就来问我讲，无所谓，你敢有要投票？你一定爱啊！我讲歹势，我今日无报名，我今年无报名。哇，没报名被骂死，因为在彰化有点远。没有，这是不好意思哈，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我想讲若是伫台北的总会吼，我会去报名吼，关心吼咱整个长老教会大代志吼，无拍算吼，我今年无报名吼，是叫我煞有一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吼，当然我伫咧思考吼。我伫咧思考，随便我无法度代表咱的教会吼，去到现场来做一个意志上的一个表达吼。毋过吼，犹原咱会当针对这个会籍案吼，做咱整个长老教会做伙思考吼。迄当时吼，前几礼拜我受到安尼个挑战甲提问的时阵吼，因为讲无所谓无随便你袂当去，毋过你安怎看？我想说，哇，死定了，哈！这一定要表达意见的哈，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我这个人比较机车一点，我说哈，我认为哈，看得出来10年条款哈是在防，对吧？它有防的概念哈，它在防什么？先不讲人，防什么？防长老教会安怎？整个叫人安怎？赶去嘛。好，这个是结论嘛？赶去，那就要有几种具体的赶去哈，要么就是整个规个长老教会资产不见，有形的资产不见。赶去还有另外第2个概念，叫做无形的信仰资产，安怎整个崩解，对不对？对我来讲，我会这样子做分析哈，我来甲讲，会有这2种可能性，这样子你才需要防，对吧？不然你干嘛防？毋过吼，我讲好，那起码来看我们要防什么人？咱长老教会吼，就是我不能就层次目前就是比较浅，你知道？我们就看国籍嘛，对吧？因为他这个条款其实讲得很明明白白，就是在防国籍嘛，对吧？我比较没那么君子，我说防国籍，我比较想防自己人，你们知道吗？他们就
说天哪，你是丢了教会无师傅你怎么这样讲？我说我是说真的啊，不讲国家，不讲有敌意的国家渗透长老教会。我讲，当他看咱丢了教会家己的历史，哪一次不是被自己人阴的？家里人刚不是台湾人，不是吗？不是都是第几代丢了教会信徒吗？我说10年条款要不要一致？干脆台湾人、各国人都要仿啊！所以被外国人破坏裂解了长老教会，你担心；所以被自己人裂解了长老教会自己的信仰，你不害怕吗？是不是该仿？然后我说不好意思，因为本人就比较机车一点，所以可能上帝也知道我这么机车，就没有让我出现了。我认为长老教会若是真正会惊，你要对家己的基础开始安怎？要做起啊！你的基本功在哪？你连一间教会的教构袂好啊！你搁咧还了别人跟敌国来列解你哦。唉，我是觉得我们也是太天真了。我说这种都不用等别人来啦，你自己人就够了啦。这个保罗跟这是不是要让外邦人进来的时候啊，不过保罗在谈的那个外邦人跟那个犹太人、基督徒这件事情，应该真的倒还不是信仰资产，他们在谈的是资源分配啊。其实你不管是什么款的人，真做同款同一间教会，等级的人。你就怎么样？你就资源分配的均匀一点就好了。哪种人有智慧，哪种人没智慧，看不出来吗？怎么会是用国籍？好啦，所以我唔知我安尼讲，大家有反省无？有反省，爱有思考吼。啊，随便咱教会吼，啊无报名，我袂记你问台语长了敢有报名。两个代表长了无报名吼哈，安尼咱高点教会嘛是爱真坦然接受吼，咱即道吼无有参与吼，毋过咱吼爱祈祷吼，恳求上帝家己的关联，甲伊的主管安怎掌管伫长老教会吼，嘛掌管伫4月份的即个总会的通常年会吼，互圣神。运行伫正当中吼，正牧者的中间吼，互咱会当做出有智慧的判断甲决定，对不对？你们不要那个没有参加总会啊，就不关心长老教会啊。我不是说你们不关心啊，我们要一起关心，一起带导，好不好？愿所有的一切，咱诚实带来到上帝面前来思考、来反省、来做决定。愿咱教会是准备好，会当同心讲阿门的，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的旨意，伫你国度的应允内面，主，阮要伫你的面前讲阿门、阿门、阿门。主，阮也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会当伫也未看见的时阵，阮继续相信；伫也未实现的时阵，阮继续望。毋是因为阮是毋是因为阮靠家己的气力、聪明、甲智慧、甲能力来做，是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的主管无离开过阮。所以主啊，阮要将阮家己的教会，阮所有伫世间。的正教会，伫台湾的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阮所要决的代志，拢是咧表现阮对上帝的信，恳求主你怜悯阮，互阮所做的决定合你的旨意，互你的恩典真实会当临到伫即个世间每一个人的身上。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家回应上帝的话语，咱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的教示。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一个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理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
就是恁着三疼，亲像我捌疼恁，恁着按安尼行疼。恁若三疼，即若面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回应的诗歌，圣诗257首，求主奉献教会。咱三个人回应的诗，咱向上帝唱出阮回应的意志甲信仰。三个起来吟圣诗257首。求主奉献教会，顺利观念成就，因你我命有咱的话，感化艰难承受。求主奉献教会，求七分美心志。你的心灵美化的花，向你满盈的开。求主奉献教会，让人心念听你。最大希望我最为开，我心心奋起。求主奉献教会，充满信心温素，福音真理连达满地，因更拢归你主。这是咱三个来奉献。咱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咱做伙来祈祷。阿爸，变上帝，阮为着阮能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阮真是满满的感谢。伫阮仰望阮每一日的生活顺遂的时，其实是真学理解你的受难、你的国活，甲你的审判。阮要直接恳求你帮助阮，会用真实认捌你的拯救甲呼召。会用真实较无你，帮助阮有真实悔改的勇敢甲行动，愿意搁一摆甲阮的性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面前，会通有信心、智慧甲平安面对阮每一天的挑战。阮当伫你面前的奉献，是要成做阮感谢你稳定的回应，恳求你使用甲祝福。阮的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阿门。请坐。好，咱今仔日有一寡新的朋友吼，我来来介绍一下。
咱第一个先请曾根明弟兄，在后面。感谢各位，感谢神的照顾。我台语讲无好，歹势，我广东人，好听好听，讲无好，歹势，谢谢，感谢。我是从林口，我们长老会廖长老跟那几位长老很照顾，今天第一次来，谢谢谢谢。来欢迎曾弟兄哈，第二个是礼物，他是明翰介绍来这边。嗨，我是李悟，我是台南大专李明翰的学生，然后最近考上那个师大的研究所，所以想说之后可能会来这边聚会。欢迎欢迎。礼物跟那个他旁边的这位子晴都是明翰的，子晴上礼拜有来，都是明翰的学生，对，台南大专的学生。老师是尊称，各有迄个足久无看到遐一摆无？那个洪奇教授，洪奇教授啊，真欢喜，好啊，还有没有？哦，那个曾弟兄曾弟兄我早上有稍微跟他聊一下他之前住在林口啊，因为就是搬到我们教会附近，然后林口的教会跟牧师很照顾曾弟兄，对不对？好，那我也欢迎你来到古亭我们也一起彼此照顾曾弟兄是广东人他台语跟我一样没有那么认真，但是我还没进一步问他说，那怎么会选在长老教会不过看起来上帝也是很恩待曾弟兄在长老教会的一个造就跟成长。甲咱教会进前乾花节同款乾花节好，哥有啥物？英丽姐的朋友，好欢迎。二嫂，拍淑丽姐对不对啊？那就是丽美，对，你别干小了。OK， 好，欢迎，好，咱来唱，前后打招呼就好。时间有限咱等下平安内时那个四周我们打个招呼咱平安内时光。欢迎诸位听真心来听你，欢迎诸位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欢迎诸位听真心来听，咱这是咱四周的兄弟姊妹拍一个招呼，咱时间真正有限咱今日的经句你开始了第5章，咱对第9节读到第10节，经句来，台语来就是先讲，你牵得起迄卷来开伊的印，因为你受谈，勿用你的话对逐族、逐腔口、逐号百姓、逐国美人来归上帝。国语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惹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启示录5章9到10节。好，继续，我们这次要报告的东西还是很多。第一行，咱后礼拜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咱要请到建德教会王继浩牧师来咱教会请安报告嘛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大专北区大专事工奉献大德甲关心。第二项，咱今仔日新年主日
的时间，咱们请到陈婷弟兄加以恩姊妹。好，因为2个人的蜜月旅行，第2个人是谁，我要报告出来。好，所以请大家等一下留步哦。我相信很多人的蜜月是有点不开心的，有点历史。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我们的蜜月是什么时候。好，来也听听看别人的蜜月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其实请兄弟姐妹等一下时间允许的话，一起留步来分享，来听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第3项，咱教会伫今年的亚华礼拜是5月24号哈，已经报名的麻烦赶快缴钱，好。然后目前我们已经报名了90位哈，如果还有想要去的，我们必须要凑第3台车，所以要去麻烦再拉至少20个到30位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凑齐第3台车。所以还没报名的兄弟姐妹哈，加强你的脚步，加快你的脚步，拉人团报30位。好，记得已经报名的赶快找玉珍干事或玉珍执事或者是干事缴我们的费用哈，费用真的不贵哈。来，第4项，咱关怀事务总吼，伫遮公告者，咱外口有一个图案吼，互大家看杯仔的，会记得无？好，我们之前有整理过，然后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些兄弟姐妹把他们杯子放回去整理好了。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大家能够把自己常用的杯子放在这边使用，来减少我们教会一些一次性纸杯餐具的使用这样子。那当然也鼓励大家把比较底层的位置让给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行动比较不方便，比如说会有来使用这样子哈。那我们如果说允许的话，高的地方我们方便拿，我们就放高一点没关系。第5个，第5项新使者月刊的部分哈，我们这一期207期的新使者杂志，现在还在搞文字工作，是不是搞错什么？这个议题大家其实可以想想看哈，因为现在网络已经这么发达，大家很习惯用手机、用电脑去看很多文字的部分，可是大家真的愿意静下心来详细阅读的时间有多少？好，这是新使者月刊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下面呢有一些主题哈，关于文字事工转身变成新载体这件事情哈，形式更新之后，信仰愿意慢生很难吗？因为大家真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时候会催着我们越来越快，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信仰的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瞬，还是可以愿意停下来慢慢去品尝的？生成 AI 的时代，文字写作如何去何去何从？还有我们的周报，那份我曾忘了的周报，有些内容，有些专题我们还是详细去阅读，编者他要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第2项，咱教会专业都红线证明已经开出来已经放伫咱对外口红线柜内底咱会当去看，还是听找无的会当去问咱的干事，问看卖是啥物状况。除了咱教会内底红线以外，你也是对外奉献，咱会去加开一个对外奉献非本宗的证明。所以可能会有2张，1张或2张，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你曾经有对外奉献过的话，你可能会拿到2张奉献证明，然后再核对一下上面的金额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财务组同工，跟我们的干事反映来核对一下。第7项，我们的3月份的支出报告如下显示出来。我们对外有对七星中会妇女团契事工的奉献，以及台南神学院的奉献。然后我们教会今年度的2项额外的专款奉献的部分，目前教会建筑的部分已经累积到49000元，影音设备的部分目前是287000元。这一项奉献的部分，我们在下周会进行施作，就施工的部分然后做影音的设备更换。那款项的部分其实还累积差蛮多的所以请大家继续关心代祷跟奉献。然后肢体消息的部分，我们很恭喜我们的王伯贤传道师终于要封牧了。
对。新使者杂志呢，定于5月2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要在东门教会举行他们杂志社王伯贤传道师封牧的就任礼拜。那因为东门教会本身没有很大，然后我们也希望教会的，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教会出去的传道师，我们期待我们有很多会员愿意拨这个时间一起过去跟他恭贺。那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统计个人数啦，所以我们在公告栏上有贴一个登记表，希望那天下午那天早上有时间的会友们都可以去填一下，让我们知道说大概有多少会友可以一起过去，为这件事情来恭贺。好，那团契消息的部分，第一项青年团契的聚会，本周他们等一下要出去踏青，他们说是在用餐过后，会一群人手牵手一起前往市立美术馆。我讲过，青年无上限，青年无上限。所以下午呢，有空呢，想出去踏青的人也一起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手牵手前往。如果找不到路或是不知道去哪里找人的呢，可以跟我们的恩赐联系一下。恩赐自己举手，那个高高大大的那一个恩赐，可以跟他联系一下，下午在哪边集合，几点钟 ？OK， 下礼拜有读书会，是请雅蓉来主理。松年大学接下来2周课程的预告。有兴趣的兄弟姐妹，就算你没报名，你不是松大的，也可以来参加哦。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不用客气。第3项，父契在4月22、23号，礼拜3、礼拜42天，他们要出去出游，请大家为了我们要出游的兄弟姐妹一同来代祷关心。好，第4项，时刻团契线上聚会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团契吗？知道它是一个我们在线上特别成立的一个团契，让真的没有办法有实体时间来聚会的兄弟姐妹，可以一同来这边聚会。聚会的时间是在礼拜2、4月21号礼拜晚上的7点半到9点。有兴趣的兄弟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想参加，那你不知道如何加入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可以找牧师、找干事，索取怎么样在线上联合聚会的时间。OK， 好。剩下消息我们请自己参考一下。好，接下来公导时间我们请牧师。好，伫遮补充2点的说明吼。第一点是头段咱进行指示有讲起到亚瓦礼拜吼，他不是叫你们不要报名参加哦。你唔免考虑讲一定要凑满什么什么，你那即马有感动的时间会使请恁尽量4朋好友做伙来报名就好。伫你教会的代志，若是有所欠缺我们有强大的长职团队可以解决问题，好不好？好，大家免烦恼。第2点头段因为关怀事务组随便鼓励大家爱带家己的杯但是咱游玩尽量会当带就带，但是因为咱纸杯爱留互人客，或者是无有家己杯的人所以若是咱本会遐这鼓励啦那无也是咱有看到人客需要使用我们把纸杯留给他们用，这样了解吗？虽然我们教会是1到礼拜天真的很多客人所以我们的纸杯用量是比较多我们现在只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环保议题上尽量自己人就准备自己的茶杯就好。好恭喜王爷的长老甲慧珍长老娘恭喜嘛恭喜咱高田教会咱家己出身的青年真做长老教会的牧者邀请大家用祈祷的心继续为伯贤牧师跟新执事为他们的家庭甲因手中所做的工课来祝福甲祈祷。好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满满的感谢，你呼召阮，予阮教会有稳定通领受上帝你完全的旨意。主，随便阮活伫这个世界，爱面对世界甲人类的有限，
阮毋茫公平正义，但是阮定定做无公义的代志。阮毋茫自爱善良发生伫阮的生活内面，但是阮定定无法度行好，付出疼。主求你怜悯赦免阮，但是求你的圣神来鼓励阮，互阮有你的义上，互阮有你的真理，互阮有你圣神时时刻刻的同在，帮助阮的性命，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的顶面。为着普现团队要服务，阮献上感谢，感谢你一路的带领，求主你也赏赐伊属天的智慧、聪明、甲牧养的能力、甲听心，来听上帝你交托互伊的羊群。主也求你坚固伊甲新因子嗣因所建立的家庭，伫咧牧养你的羊群的时，求你纪念因家庭的欠缺，赏赐因教业的稳定、甲疼、甲平安。为着教会徛起伫即个世界，求主你坚固固定教会信仰的使命，互阮逐摆的自集祈祷，拢是受着上帝你的塑造。当主你要呼召阮为你来做啥的时，求你的圣神感动阮，同心一意。阮也要为着长老教会的发展、决议、会议，或者是阮的所行所做，恳求主你的怜悯甲带领，互阮真正是用诚实来面对上帝，用行做来荣光上帝。主也恳求你帮助顾念伫阮中间心灵欠咱的兄弟，甲因的家庭，做祈祷。无够也讲袂清，但阮摆咧伫你稳定的主的面前，阮的心要得到平安。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同心来吟罗马的圣诗，请起立。咱用祈祷的心，向主来讲，恳求伊引带教会的脚步。上帝伫咱的中间赏赐人生的毋茫，感谢上帝用伊的真理，互咱看见国度的样相。但是感谢上帝，咱来迫切恳求上帝，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心内，引带咱逐日的行做，互咱无低到睿智，互咱伫即个世间徛起高举十字架，干净上帝国的真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起身。
愿上帝叔叔您平安，啊，休困5分钟，赶快回来听青年人的蜜月。